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风台，风透透，放风吹，载着理想甲愿望。风吹飞甲悬悬悬，一阵风呼呼吹。风吹长线做两过。顶过毋知飞去佗，下过忍咧，毋敢放伊飞。大风来，簌簌吼，宛然狗仔咧找狗咧，亲像囡仔咧口找文娘咧，敢若龟仔掠人咧天顶飞，风台魔。走入来，水放山，水掣流，山走去，桥断去，厝灭去，搁有几落个砖头拢抬去。小狗影一直跳，讲破海岸搁亮起哩。路无路，田无田，世界拢是大海洋。人着伤，人失踪，好运的秘去放空来，歹运的走袂离着活台。毛流落水，搁流去大海。这咧哭，遐咧哀，哭甲缘流更甜，哀甲若鸡颔滚挂无离。罕见的亲人嘛是无去，人无，厝无，绝望心碎，要哭嘛哭袂出来。风过了，好停啊！当朋友一言，薄薄的光，哇，日头出来啊！阁是咸的汉子仔囝。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15集分享的是嘉义的韩文老师所写的《风台》。所以去，咱邀请韩老师来分享一下这首诗的心情，先选简简诗内底台语文的用字。咱这首诗是咧记录2009年的八八水灾。我伫即个八八水灾了，我随甲写一篇。迄阵规个小林村拢灭村，迄个水灾真正风雨太大太大，毋若讲即个人叫淹去，阁有足侪厝啦，一寡山放去，水足大足大，所以讲造成足大的灾难。咱看到拢足毋甘，足艰苦。虽然咱毋是遐个受难者，毋过咱的心含因共款，拢是足艰苦的。看到因这尔悲惨，所以我是甲这首诗用较重的口味甲写出来。
虽然讲用即个较重的口气写诗，毋过嘛无法度将因迄个笔劲写出1/1000。大风簌簌吼，囡仔若拄着风台天，有诶囡仔就开始惊啊！一惊遐，伊就哭找无娘奶啊！啥物是娘奶呢？就是阿母、妈妈、母亲、阿娘，古早嘛有人叫娘奶。即个娘奶有诶毋捌听着讲，哎哟，即两字娘奶哪像足歹听的？其实娘奶是足水的。咱讲即个娘是啥物意思咧？你看，咱讲姑娘啦，小姐咱嘛当叫姑娘。阿娘啦，咱叫这个阿娘是咧叫啥？有当啊是叫夫人嘛，有当啊叫阿娘，这是对一种女性的尊称。这个奶，咱念出来讲奶，不过伊是真水哦。查某人用伊的奶来饲囝，叫做奶，所以讲娘奶娘奶。什么人会用奶来饲囝？当然就是妈妈咧饲囝。所以这个娘奶是一个真水、真古雅的台语词。这尔水的台语词，咱来甲捡转来。这个娘奶的奶，一个女字边，搁一个女儿，安儿的儿，所以这个女是咧讲妈妈的意思。八八风灾是袂少台湾人心肝内永远的疼。所以去，咱邀请高雄的文史专家郑英祥、谢荣祥老师，为咱来回顾这段使人遗憾的历史。住伫台湾呢，咱拢爱面对着风台甲这个地动，但是伫咱这个土地顶面呢，咱并无了解讲咱这个土地伊的结构到底是生做安怎，所以造成呢伫这个风台来的时阵呢，或者是地动的时阵，拢会产生一寡走山的灾害。八八风灾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案例，因为呢，这个极端的气候造成的热带气旋呢，就是风台呢，伊的威力愈来愈大，所以越大的这个风雨呢，若是大的时呢，伊就对这个较软弱的这个地层呢，造成了切割的现象。当这个水若侵入落到地层内底的时阵，你莫讲你的树仔紧讲有法度顶活了，因为伫莫纳克风台所影响的迄个限度山，其实伊放落来迄个深度是超过10公尺。所以伊迄个土量是超过90万立方公尺的，这毋是一般咱讲所谓的水土保持会当去甲挽掉的因为超过是迄个根系会当挽的范围，包括咱人工用所谓的地锚去甲挽，嘛只不过会当挽到30公尺。但是你伫一个顺江坡或者是节理很发达的所在，尤其是应业园这种无经过变质的地层的时阵呢，真有可能就因为过量的雨水以及呢伊的类似节理发达，结果造成这个走山的现象。伫八八风灾内底，小林这个限度山，伊东边是大德溪山呢，是1664米啦。但是咱小拿这个限度山呢，是1445公尺嘛。你对顶面落来时呢，因为重力加速度，搁迄个坡道的关系搁水的关系，所以伫咧大量落雨降水的时阵，迄水若侵入伊的类似节理内底，伊就可能造成这大规模的崩山。所以真不幸。小南村就是伫这情形，因为伊大个所在住伫个山骹，所以顶面土石流也好，甲伊个石头甲土沙拢落来时，就将山骹遮装了规拢带伫个土地，造成了不幸的这个八八风灾小南的灭村事件。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韩文老师写诗，郑英祥讲解自然文史，
专门客电台制作，江苏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次再搁继续空中再会。